慈幼會香港仔工業學校自1935年創校以嚟，經歷咗近100年嘅發展同變遷，見證咗香港社會嘅變遷同教育上嘅革新。學校最初名為香港仔兒童工藝院，旨在為貧困青年提供職業培訓。校舍環境簡樸，以實用為主，建築風格帶有濃厚嘅歐洲特色。設施包括基本嘅工場同埋課室。開學初期，課程以工業技能為主，如木工、機械同印刷等，強調實踐同技術嘅結合，為學生提供就業所需嘅技能，同時亦為貧困學生提供住宿，幫助佢哋解決生活上嘅困難。隨住香港經濟起飛，80年代學校逐步擴展校舍，增建咗更多嘅現代化教學樓同工場設施。香港回歸後，特區政府積極推行教育改革，學校更加注重全人發展。校舍進行咗大規模嘅翻新，增加咗電腦室、圖書館、多媒體設施，外觀更加現代化。進入21世紀，課程緊貼科技發展，開設 STEM 跨科課程。加入人工智能、機械人編程、3D 繪圖建模等內容，給予學生學習同親身體會嘅經驗，同時亦注重培養學生嘅創意思維同解難能力。學校仲積極推動學生參與全港同國際性嘅比賽同交流，讓學生開拓更廣闊嘅視野。學校亦都安排咗大大小小嘅出國交流同埋比賽，俾我哋見識到世界各地嘅科技教育。而喺最近，我哋亦都結束咗匯豐社區創新科技大賽。喺嗰個比賽當中，我亦都深刻意識到團隊合作嘅重要性。而老師幫助我哋去不斷去嘗試，最終我哋學識咗點樣去解決問題，同埋將我哋嘅諗法變為現實。最後，我哋亦都好榮幸獲得咗2個大獎，分別係最具潛能獎以及最佳項目獎。喺辦學初期，學校已經設有寄宿部，後嚟曾一度停運，直到近年，社會對寄宿教育有一定嘅需求，所以學校喺2012年重新開辦寄宿部，以學讀書、學做人、學走永生路為3大目標，為有住宿需要或願意接受寄宿訓練嘅學生提供寄宿。宿舍對我嚟講係一段充滿溫暖同埋成長嘅旅程，俾我學識咗好多唔同寶貴嘅技能。例如，我會每日學習安排時間，每日規劃學習任務。呢啲習慣俾我更加自律，學業都越嚟越好。宿舍嘅生活都俾我結識咗一群志同道合嘅朋友，我哋一齊學習，一齊討論問題。呢啲合作提升咗我嘅溝通能力，仲發揮到團隊力量。現時學校係香港少數附有寄宿計劃嘅文法中學。香港寄宿計劃強調學生嘅身心靈發展，為學生提供更全面嘅課後學習支援同成長訓練。香港仔工業學校一直秉持鮑思高慈幼會服務青年嘅辦學宗旨，積極推行會祖鮑思高神父嘅辦學理念，預防教育法，陪伴青年，讓佢哋喺充滿愛同溫暖嘅家庭氛圍下成長，發掘天賦才能。自從我嚟咗香港之後，我嘅學業同埋自信心都大大提升咗。就算有唔識嘅功課，老師都會有耐心咁樣教導我。學校嘅發展畢竟見證咗時代嘅進步，適應時代嘅變遷，都成為咗無數學生人生中重要嘅篇章，為社會培育咗無數優秀人才，貢獻社會同國家。咁而家學校都嚟到90週年啦，其實唔係好多學校可以有90週年嘅校慶嘅，所以都祝願學校可以有100週年嘅校慶添。10週年生日快樂！祝願你嘅學子越嚟越多，繼續培育有愛嘅孩子。老師桃李滿門啦，咁同學仔當然喺度學到一啲真功夫，可以去到出到社會嗰時做一啲貢獻啦。願母校百尺竿頭，創造更加輝煌嘅明天。我祝願香港能夠繼續作育英才，所有嘢都更上一層樓。我哋祝香港仔工業學校90週年生日快樂 ，Happy Birthday！